苦難主日，今日嘅苦難選材呢，係嚟自路加福音，係從最後晚餐作為序幕。主耶穌將無酵餅成為佢為世人擘開嘅身體，更加將葡萄酒變為佢為世人傾流的血。佢決意要為世人嘅得救獻出自己嘅生命，係義無反顧。但係佢為我哋嘅犧牲幾次佢自己嘅生命，佢都要接受我哋人生會面對唔同嘅痛苦啊！肉身嘅痛苦固之然係非常之大，但係關係同埋感情上苦，呢度真係刺肺錐心嘅痛。可能我哋在座好多人都會要面對咁嘅痛苦，但我諗我哋會好比較容易去明白到感情同關係嘅痛。呢啲感情關係深嘅痛，絕唔會比肉身所承受嘅痛輕，甚至有時係甚於肉身上嘅痛。所以每年我哋有啲地方啊，菲律賓咁會有人重演釘十字架上面，嗰啲唔知係釘嘅，但係咁樣做係表達唔到佢內心嘅痛苦，主耶穌內心嘅痛苦。佢同將要出賣佢嘅嗰位徒弟同台食佢人生最後一餐飯。你諗下，你知道佢喺度，你嘅感覺裏邊，最後一餐飯，你希望係點食飯？但有個咁嘅徒弟。其餘佢啲近身徒弟啊，佢中途啦嚇，喺將要面對大難時候咧，仍然係咁唔長進嘅，咁唔識得反省嘅，3年啊，佢哋一齊，佢哋仲當中仲喺度拗緊邊個係最大嘅，似乎唔係好關心師傅嘅苦。某程度上係教而不善嘅弟子嘅啲，唔知道自己軟弱嘅伯多祿，仲要大聲咁話佢係唔會否認佢嘅師傅嘅，佢要同佢一齊去死。之後耶穌仲可能係親耳聽到、親眼睇到伯多祿否認佢3次。幾咁諷刺！耶穌佢預示自己將會成為嗰啲徒弟嘅負資產，會連累佢哋嘅，我哋叫做累街坊。所以佢吩咐佢哋要小心，甚至要同佢劃清界線。正係因為佢感受呢一劫咧。會係好厲害，甚至佢會被釘死。所以佢內心嘅人性嘅掙扎係非常之大，要忠孝於天父啊，一係要求生咧，呢個嘅掙扎，最後喺非常黑暗嘅時刻當前，為咗要成就呢個大事、救贖嘅大事，佢選擇咗接受嗰個絕對唔公義嘅惡。其實真係唔容易㗎，唔通佢唔怕會俾人批評同埋指責佢係軟弱無能嘅咩？你可以發動你同徒弟
去反抗啊嘛。佢唔係向惡勢力，包括啲惡意去挑剔佢哋，同埋批判佢哋嘅當權者。佢唔係喺佢哋面前跪低，佢被佢啲同胞控告佢煽動民眾，佢邊處有算過？甚至要將佢趕盡殺絕。佢比一個惡行超著嘅兇徒咧，更值得去死啊！巴拿巴可以放，佢要死。加上咧，佢仲要放喺兩名從犯兇徒一齊去被釘，因為佢就係咁可惡，佢要同啲兇徒一齊被釘。喺十字架上嘅佢，毫無尊嚴可言，冇可能連最後嗰塊遮醜布都係冇嘅。我赤裸裸嘅虛榮，呢個真係無可言喻嘅委屈。但係耶穌到最後都冇將自己放喺首位，冇將自己列為最重要嘅，愛先至係佢嘅優先。主耶穌無條件咁樣歡迎嗰位明認佢係無辜嘅善人，佢係無辜㗎，同埋請耶穌喺天國嘅時候唔好忘記佢嘅強盜兇犯，冇經過任何嘅程序係報名又痛悔識得嘅寬恕，冇經過呢啲嘅，而且冇公開表忠嘅耶穌對佢天國公開表忠，冇做呢啲嘢，但係已經獲得天國嘅福分，就係喺最後呢一刻接納咗主耶穌咁簡單。上主嘅救恩個愛咧，就係咁直接、咁簡單、咁寬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讓我哋大家都祈求，會有咁樣嘅胸襟去接受同埋效法主耶穌嗰靜重嘅愛。